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94日。自我實現你有同朋友一齊去夾粉玩，仲有我有睇翻嚟俾問打 P P，啱啱打咗踢咗係咪一個直腰，跟住俾翻嚟。我自我實現你有好失望冇得派物書，我仲有同媽咪一齊有儲咗好多分鐘，有跟組員，有拜拜。今日我有準時同阿仔返學，仲去咗仲去咗親子故事時間，一齊講咗兒童權利公約，尊重兒童權利公約，然後有行使呢個校董嘅權利，有去學校思維探，跟住有同校長傾我哋嘅計劃，仲有我有同朋友一齊傾偈行街，仲有同阿仔去中心，然後阿仔去教小朋友做功課，自我實現。自我實現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多啲朋友，越嚟越多朋友。如果中意就like、share同留言同讚。